我哋今次嚟參觀嘅係功德林，而今次跨學科我哋嘅分組係黃偉志負責報紙，江志明同葉希晴負責揾資料，我同葉希晴負責拍片，而我就負責剪片。接下來係一啲功德林嘅風景。嘅完整模樣，我哋分為咗5大部分，而女性佛學院係講咗創學過程同埋教育政策，以及為人聚居嘅社會需求同埋分析影響，還有抗戰宣傳、現代空間保存狀況嘅文化遺產同埋呢個歷史意義。澳門功德林傳聲號兩首功德林位於三巴仔街，係一座佛座廟宇。建築外牆以黃泥色粉刷，外表古樸低調。以下就係功德林嘅簡短介紹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